为庆祝热兰遮城电机400周年的到来，安平居民林习田、陈义天以及沈同斐伫4天前共同发起王城庆生会的活动。但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将原本的庆生地点安平古堡楼梯头前，刷到热兰遮城博物馆头前。来自社会各界将近500位民众，做伙祝贺安平古堡生日快乐！电机395办到今年398，已经4次了。我们希望我们安平这一块文化重镇会被大家重视，因为我们安平呢，在398年前已经跟世界贸易接轨，上至日本。然后呢，西边到大陆，南边呢到印尼，甚至于到欧洲。这一段史诗呢，值得我们呢，怀念。感谢这个安平的乡亲哈，大家来参加这个由居民发起的这个安平古堡，电机398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已经办了4年了。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安平人跟台南人来投入这样子的活动。是在2年后啊，就是台湾建成400年嘛，那府城就是一个起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建成400年对安平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因为我也是在地安平人，所以就是从小在安平古堡，不仅是户外教学，它是我的生活。所以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，就是有点一个传承的意味，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来帮这座古堡来庆祝生日快乐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。咱大家足关心咱安平古堡、咱王城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好朋友吼，大家做来参与吼。相信讲，阮市政府伫建成400年，我们会有更好的一个构想哈，会有一个更好的亮点哈。我们这几年会持续办理一些相关的活动哈。台南安平地区的很喜欢安平文化的民众自己自发而来做的一个活动，它的最可贵是因为他们爱安平，而且呢，在安平这里把台南王城的文化让大家知道，也让大家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么好的文化，他们欢迎你。借着这个活动，大家一起来说一声安平生日快乐。今日的庆祝活动，除了有石门国小、安平国中、西门实小等在地学校参与，另外嘛有南台科技大学、昆山科技大学，还有不少安平居民以及台南市民共同参与，场面是相当的热烈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